今年收到最重磅嘅聖誕禮物，就係一 pair 10盒嘅新版《尋秦記》咁大支啦，收到咧即刻忍唔住開箱嚟睇下抽到啲乜。希望唔好再重複啊！咩㗎？又係林峰。另一個 version 嘅林峰喎，呢個10年抽啦，係咪？誒，邊個？陳奕喎，啊！一樣。一樣。誒，又係林峰喎。算係咁啦，唔係林峰。誒，有圖總管喎。林峰，林峰，俾私人。林峰啊！最後我哋抽到5張趙盤林峰大頭，2張全新，2張藤奕，1張圖總管，加埋我哋之前第1版嘅卡都仲未儲齊啊！仲有好多咁大支未食得晒，不過唔緊要，就等我用嚟幫聖誕樹裝飾一下啦！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，Merry Christmas！